集，我同大家拆解咗贏要衝、輸要縮、進攻加碼公式，教大家點樣用莊家嘅錢作為子彈去加碼。影片出街之後，好多老友喺後台問我大師公式我學識咗，但係喺牌台上面幾時先係啟動進攻加碼嘅最佳時機？我唔想亂咁衝，結果俾人斬翻轉頭。今日我先同你講真心話，喺百家樂世界入面，真正能夠讓你一夜之間大殺四方、合法搬空莊家嘅，只有一件事，就係遇到長龍或者單挑等極限旺門，但係90%人都喺度斬龍或者跟得太遲。今日我結合上一期嘅加碼公式，教你一套莊家最怕嘅騎龍終極心法，帶你真正用數學武器去收割長龍，順應趨勢，就是風暴中前行嘅強者，對抗趨勢。你只係螳臂擋車嘅賭徒，學會呢套騎龍心法，你才能真正品嚐到大殺四方嘅滋味。繼續做一個盲目斬龍，最後被長龍踩死嘅犧牲品，定係學會用莊家思維化身騎龍勇士，隨勢而起暴利，決定權喺你手上。如果你想用大師級嘅思維去收割長龍，我哋每週都會用科學探究嘅角度同大家拆解博弈底層思維。另外，我喺下面嘅置頂留言放咗一份長龍單挑進攻與撤退信號表嘅 PDF 小冊子，只要你訂閱咗頻道，並喺下面留言話我知道你見過或者自己經歷過嘅長龍係開咗幾多口，就可以免費獲取。好，我哋即刻入正題，親自拆解進攻第一心法。點解賭場最怕玩家順龍而行？呢個問題嘅答案曾喺長龍背後嘅大數據同限紅底層邏輯入面。我先同你拆解斬龍客嘅心理學死穴。當牌面開出連續6個莊嘅時候，即係莊，玩家內心會產生一種直覺幻覺，開咗咁多次莊，下一次必然開閒。呢個就係經典嘅賭徒謬誤。和你嘅大腦會不斷話俾你聽，差唔多啦，應該轉啦，再唔轉就唔合理啦。但係我話你知概率係冇記憶嘅，連續開6鋪莊之後，第7鋪開莊嘅概率同開閒嘅概率完全冇分別，都係大約40%幾似嘅嘢。和喺嘅差唔多應該轉，完全係一廂情願。我再深入解釋下呢個現象背後嘅心理學機制，叫做簇擁幻覺同熱手謬誤。人類大腦天生就係一個規律尋找機器，我哋總係試圖喺隨機數據入面尋找模式。見到連續6個莊嘅時候，你嘅大腦會自動產生一個故事，呢條龍好犀利，佢應該會斷前禍。但係呢個故事只係你大腦製造出嚟嘅幻覺，同實際嘅概率完全無關。喺獨立隨機事件入面，之前嘅結果對下一次完全冇影響。次開牌都係一個全新嘅獨立事件。你連續隻10次銀仔都係，第11次隻出字嘅概率仍然係50%，而唔係你想象中嘅好大機會。呢個就係賭徒謬誤嘅核心。你將長期統計規律錯誤地應用喺短期事件上面，大腦欺騙咗你，而你完全唔知道呢個欺騙係點樣運作嘅。當你見到連續開莊嘅時候，你嘅大腦會釋放多巴胺，產生一種我睇到規律嘅滿足感。
呢個滿足感會令你更加相信你嘅判斷，你會更加堅定咁去斬龍。你越堅定，輸得越多；你輸得越多，你越堅定。呢個係一個自我強化嘅死亡循環。而斬龍客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唔單止有賭徒謬誤，佢哋仲用倍頭去實踐呢個謬誤。佢哋由100蚊開始倍頭，100、200、400、800、1600、3200、6400、12800。當長龍開到第9口嘅時候，金額已經到達賭場嘅限紅上限，佢嘅倍頭公式會瞬間失效，直接爆倉。如果條龍開到第15口，佢喺第9口已經爆咗倉，前嗰6口佢只能夠眼白白望住，乜嘢都做唔到。呢個就係斬龍客最慘痛嘅結局。你唔單止輸咗錢，仲要承受我差少少就追到嘅痛苦，而呢個痛苦比輸錢本身更加難受。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就冇斬龍，你唔會輸咁多，因為你斬咗，你輸晒，而且你仲要承受如果我唔斬就好啦嘅悔恨。呢種雙重打擊令好多斬龍客從此沉淪。我再講一個真實嘅心理創傷案例。有一個斬龍客佢喺一條12口長龍上面輸咗10幾萬渠之後，每次見到連續開3鋪莊就會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甚至覺得呼吸困難。佢嘅大腦已經將長龍同恐懼連結埋一齊，已經形成咗創傷後應激，反應佢以後都唔敢再面對長龍，但係佢又唔甘心，每次見到長龍都想斬，結果每次都輸，佢陷入咗一個永遠走唔出嚟嘅循環。呢個就係斬龍客最悲慘嘅下場。佢唔單止輸錢，佢仲輸埋自己嘅理智。講到限紅，我要同你揭開賭場設置限紅嘅真實秘密。好多人以為限紅係賭場怕玩家贏大錢，其實呢個只係一半嘅真相。限紅有2個作用，一個作用當然係控制風險，確保賭場唔會因為一鋪極端結果而承受巨大損失。你諗下，如果冇限紅，帶住100萬入場，押100萬買莊，如果佢贏咗，賭場要賠95萬。雖然呢個概率好低，但係一旦發生，和對賭場嘅現金流都係一個衝擊。所以限紅第一個作用就係將每鋪嘅最大損失限制喺一個可控嘅範圍之內。第2個作用更加重要，限紅係用嚟徹底封鎖斬龍客嘅倍頭空間。你諗下，如果冇限紅，斬龍客帶住100萬入場，由100蚊開始倍頭，佢可以捱到10幾鋪，但係有限紅佢捱到第9鋪就頂唔順，係一到場將斬龍客嘅倍頭夢徹底粉碎。你倍頭到場前面就過唔到去，你只能夠眼白白望住條龍繼續開，然後你爆倉。呢個就係限紅嘅真正威力。佢唔係阻止你贏錢，佢係阻止你聚數。你越追場越高，你越過唔到，最終你只能夠絕望地望住條龍繼續延伸，而你嘅資金已經耗盡。我再舉一個具體嘅限紅數字，假設一張台嘅限紅係5萬蚊，從100蚊開始倍頭，到第9口已經係25,600蚊，第10口係51,200蚊，已經黐過限紅，你只能夠玩到第9口，10口你上唔到注。如果條龍開到第11口，
你只能夠望住你呢個時候會點？你會覺得如果限紅再高啲就好啦。但係我話你知，就算限紅高啲，你嘅資金都有限，你冇可能無限倍投。限紅加上你嘅有限資金，係一個雙重嘅長勁喎，你永遠過唔到。既然站龍係死路一條，咁順龍而行又有幾犀利？職業大師從來唔會預測長龍幾時會短，只知道一件事，喺趨勢面前，順從係唯一嘅活路。順著長龍走，你正在利用莊家自己嘅隨機波動去賺莊家嘅錢。你嘅注碼係正向增加嘅，永遠唔會超過限紅上限。你嘅注碼係用贏翻嚟嘅錢去加碼，而唔係用自己嘅本金去倍投。你永遠唔會面對下注額超過限紅嘅問題，因為你嘅注碼增長係漸進嘅，而唔係幾何級數嘅。你嘅風險有限，你嘅利潤無限。你再諗下，限紅呢道牆對順龍嘅人完全冇作用，因為你嘅注碼係1、2、3、6，最大都只係6單位。如果你嘅基礎單位係500蚊，6單位只係3000蚊，限紅對你嚟講係形同虛設。你一路順一路贏，一路加一路安全，應唔應？呢個係我背後所有精算師都最頭痛嘅打法。我再解釋下點解精算師會頭痛。精算師設計限紅嘅時候，其地假設玩家會用倍投去斬龍，所以佢哋將限紅設喺一個可以阻擋倍投嘅水平，但係佢哋完全冇考慮過有人會順龍而行。順龍而行嘅注碼模式完全唔同，限紅對佢哋嚟講冇任何阻擋作用，佢哋嘅精算模型入面冇呢個變量，所以佢哋計唔到呢種玩家會贏幾多。呢個就係精算師最頭痛嘅地方，佢哋嘅模型有漏洞，而呢個漏洞俾職業玩家利用咗，順應趨勢。你首先可以借用莊家嘅力量去贏錢。如果你想學懂喺狂風暴雨中保持絕對嘅順從與理智，希望你可以點擊訂閱我哋頻道，俾我陪你一齊用科學邏輯去駕馭隨機。好，講完順龍嘅底層邏輯，進入第2部分，幾時既啟動加碼？呢個係最實戰嘅部分，我會同你拆解識別長龍嘅3口法則同和谷細節處理。你絕對唔能夠喺開局或者開出第1、2口莊嘅時候就貿然進攻，否則你會被雜亂無章嘅隨機波動輕易斬斷。等到趨勢確認之後先出手，呢個就係3口確認法。第1口同第2口，如果開出相同嘅結果，例如2個莊，和呢個時候你只能夠冷眼旁觀，絕對唔可以做任何進攻，因為2個莊只係隨機造升，隨時可能斷，你衝入去只會送死。第3口，和如果再次開出相同嘅結果，即係連續3個莊，呢個時候短龍形態正式確立3個莊代表趨勢開始形成。雖然仍然有可能斷，但係已經具備咗追蹤嘅價值。第4口就係你嘅黃金進攻信號點，喺第4口你無條件啟動。上一集教大家嘅1、2、3、5係6進攻公式，壓下第1個單位。我再深入解釋下呢個3口法則嘅統計學依據。和連續開3個莊嘅概率大約係12.5%，即係每8鋪會出現1次。當呢個形態出現嘅時候，代表牌局暫時偏離咗隨機嘅平衡狀態。
進入咗一個可追蹤嘅趨勢。雖然呢個趨勢本質上仍然係隨機嘅一部分，但係喺短期入面趨勢嘅延續概率會略高於中斷嘅概率。呢個就係你嘅機會窗口。你等到第4口先出手，你嘅勝算會高好多。子彈和你唔會喺亂局入面浪費子彈，你只喺趨勢確認之後先出手。我再講一個關鍵點，就係你點樣判斷3口係咪真係一個有效嘅信號？如果3鋪入面有和局，你點計？呢個就係我下面會詳細講嘅和局處理。如果3鋪入面出現跳路，即係莊閒莊，呢個就唔係你嘅信號，你要繼續等，你只能夠等到連續3口相同嘅結果，我先可以確認趨勢。另外，如果3鋪入面係莊，但係之後第4鋪開閒，呢個就係一個假信號，你嘅進攻會失敗。但係呢個失敗嘅代價好細，因為你只係輸一單位，你嘅損失有限，你嘅潛在利潤無限。呢個就係風險回報比例嘅優勢。跟住落嚟，我要講一個全網獨家嘅硬核細節，和局嘅處理。呢個細節我敢講90%嘅玩家都唔知道，或者知道，但係做唔到。喺跟龍嘅過程入面，如果中途開出和局，普通玩家會心慌，會覺得係唔係短龍嘅信號，其地會開始猶豫，開始懷疑，開始做錯決定。但係我話你知，喺數學上和局完全唔會影響概率分佈。百家樂開和嘅概率大約係9.6%，和局出現嘅時候，莊同閒嘅概率分佈完全冇改變，和局只係一個短暫嘅停頓，趨勢改變嘅信號。你唔好將和局當成一個事件，你應該將和局當作冇發生過任何事，因為事實上現就係冇事發生，你冇贏，你冇輸，你嘅注碼冇喐過，你嘅計數冇喐過。正確嘅執生做法係遇到和局嘅注碼保持不動，完全唔計入3口法則嘅計數入面。你當呢鋪冇發生過，下一口繼續按照原定步驟下注。你只能夠等到開出同你趨勢相反嘅結果，例如你跟緊莊龍開出閒嘅時候，你先可以判定為短龍。喺短龍之前，所有和局都只係造聲，你完全唔需要理會呢個細節。雖然細小，但係可以決定你嘅成敗。好多玩家就係因為唔識處理和局遲和，喺和局之後做錯決定，結果由贏變輸。我再舉一個具體嘅例子，你跟緊一條莊龍，跟到第5口嘅時候開出和局，大佬開始亂，係唔係個勢變咗？係唔係要停？你停咗咗一鋪，結果第6口開莊，你錯過咗，你追翻第7口開和，和你又停。第8口開莊，你又錯過最後條龍開到12口，你只係跟到3、4口，你後悔莫及。如果你識處理和局，和你當和局冇發生過，你由頭到尾都喺度跟你贏到笑。呢個就係識同唔識嘅分別。我再講多一個情況，謙和。如果連續出現2個和局，你嘅大腦會點？你會更加亂，你會更加懷疑。但係我話你知，連續2個和局嘅概率大約係1%，雖然罕見，但係會出現你嘅正確做法仍然係一樣。當佢哋冇發生過，繼續跟你嘅紀律，就係你嘅利潤來源，精確嘅信號去引導出擊，你才能避免無謂嘅損失。
如果您想加入一個只講信號、拒絕猜測嘅高質量博弈討論圈子，歡迎訂閱。我哋喺評論區分享下你平時係睇到第幾口先敢跟龍嘅，我哋一齊探討最佳信號點，共同進步。好，陣和。講完啟動信號，我哋進入第3部分實戰融合，點樣用上一集嘅1、2、3、6加碼法完美收割長龍嘅。和呢個部分，我會用1靴10手長莊嘅實戰流程，同你逐鋪拆解每一手嘅本金來源、風險狀態、利潤累積，我都會講得一清二楚。和假設你觀察到連續開咗3個莊，第4口就係你嘅進攻起點。第4口莊你下注一單位，假設一單位係500蚊，而呢一注嘅本金來源係你嘅自有資金，你承擔嘅風險係500蚊。如果贏咗，你嘅利潤係正一單位，即係500蚊。呢個時候，你係用莊家嘅錢贏翻嚟嘅，你嘅本金完全冇喐過。第5口莊，你進入加碼進攻階段，下注2單位，即係1000蚊。而呢2單位入面，一單位係你贏翻嚟嘅利潤，一單位係你嘅本金。你嘅實際新增本金投入只係一單位，即係500蚊。如果贏咗，和你嘅累計利潤變成正3單位，即係1500蚊。呢個時候你嘅總本金投入只係一單位，但係你嘅利潤已經有3個單位，和你嘅風險回報比例係1比3。第6口莊呢個係風險控制點，你下注3單位，即係1500蚊。但係你要先做一件事，收回一單位嘅利潤，放入錢包物理隔離，即係話你實際上係用2單位去博3單位嘅回報，放入錢包嘅一單位，同埋已經係你嘅鎖定利潤。無論之後發生咩事，呢一單位都唔會再離開你嘅口袋。如果你呢一口輸咗，之前贏嘅3單位入面有一單位已經落咗袋，你淨係輸2單位，成個循環你仍然係平手，完全唔傷及你嘅本金，就已經立於不敗之地。如果你贏咗，你嘅利潤達到正6單位，即係3000蚊。第7口莊，你進入無本進攻階段，下注6單位，即係3000蚊。呢6單位完全係贏翻嚟嘅無本籌碼，你冇用自己嘅本金，你嘅風險係0，因為你下注嘅全部係莊家嘅錢。如果你贏咗，你嘅利潤達到正12單位，即係6000蚊。你用500蚊嘅本金風險喺4鋪之內賺咗6000蚊。呢個就係幾何級數增長嘅威力。你由500變6000中間，你嘅最大本金風險從頭到尾都係500蚊。但係過咗4關之後，你絕對唔能夠繼續翻倍到12單位或者24單位。呢個就係核心收割守則最重要嘅一條，因為概率上長龍隨時會短，繼續翻倍，會將你12倍嘅利潤全部輸翻出去。你嘅貪婪會令你由贏變輸。如果你繼續翻倍，第12單位嘅下注係6000蚊。如果斷龍，你輸6000，你之前贏嘅12單位減去呢6000，你淨係贏6000，你嘅利潤由12000變6000，你嘅利潤縮水一半。此期如果你再翻倍到24單位，一斷龍，你嘅利潤全部冇晒。所以正確嘅做法係從第8口莊開始，條件退回3單位平注，一直緊隨長龍，直到長龍斷裂。你每鋪壓3單位，贏就贏3單位。
輸就輸3單位。你嘅風險有限，你嘅利潤持續累積。呢個做法保證你喺長龍繼續嘅時候可以持續獲利，同時喺長龍斷裂嘅時候損失有限，和你唔會輸返之前嘅利潤，你只係損失最後一鋪嘅3單位。我哋模擬一下最終結算，假設長龍開到第10口斷咗，喺第8口同第9口各贏3單位，即係6單位。第10口斷龍，你輸3單位，你前面過4關贏咗12單位。第8、第9口嘅6單位，總共18單位，減第10口嘅3單位，你依然穩定地鎖定咗高達15單位嘅純利潤，即係7500蚊。你嘅本金風險從頭到尾都係500蚊。你話呢個係唔係大殺四方？如果條龍開得更加長，這時和開到第15口、第20口，你嘅利潤會更加驚人。但係無論條龍有幾長，你嘅風險都係有限嘅。你嘅最大損失係幾多？係你過4關之前嘅1單位本金，加上過4關之後每鋪3單位嘅平注損失。如果你喺過4關之後立即斷龍，你嘅損失係3單位，但係你之前已經贏咗12單位，你淨賺9單位。如果你喺過4關之前斷龍，你嘅損失係1單位。因為第3口嘅時候，你已經收返1單位利潤，所以你嘅最大損失係1單位，最大利潤係無限。你呢個時候就係我背後精算師最頭痛嘅對手。我再講個延長模擬，如果一條龍開到第20口，你由第8口到第19口，每口贏3單位，總共12口，36單位，加埋之前過4關嘅12單位，總共48單位。第20口斷龍，你輸3單位，淨賺45單位嘅本金，風險500蚊，賺22,500蚊。你話呢個係唔係合法搬空？莊家既進攻，更要在勝利中捉起利潤防波堤。如何？如果你想在日常生活和理財投資中都學會這種將勝果鎖定嘅精明思維，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我哋嘅影片成為你每星期嘅清醒劑。好，講完實戰融合，進入第4部分。點解我嘅經理最驚玩家騎龍不斬龍？呢個部分我會同你講真話，揭開賭場後台嘅真實反應。我開咗幾十年賭場，最喜歡嘅就係嗰啲意氣用事、瘋狂配頭斬龍嘅玩家。因為佢哋喺幫我加速積累利潤。你斬龍配頭，你越輸越大，你越輸越急，你越急越賭。你嘅行為模式完全符合我精算師嘅預期。你嘅命運一早已經被寫好。精算師可以精確計算你嘅破產概率，可以預測你幾時會輸清光。你嘅每一個決定都喺佢哋嘅計算範圍之內。斬龍斬得越狠，我賺得越快。你配頭配得越高，我賺得越多。你係我最好嘅顧客，我甚至可以將你歸類為高價值客戶。因為你嘅貢獻利潤比普通玩家高出幾倍。但係我最驚嘅係另一類玩家。佢哋喺長龍出現嘅時候，就好似冰冷嘅機器一樣，猜測唔斬龍，唔興奮，唔恐懼。佢哋平靜地用3口法則切入，精準地用進攻公式進行無風險加碼。和過4關之後，恢復平靜嘅平注，一直收割到長龍斷裂。佢哋成個過程冷靜到好似一部機器，完全冇情緒波動。
佢哋唔會因為贏錢而興奮，唔會因為輸錢而恐懼。佢哋淨係執行一套預先設定好嘅程序。當我後台嘅風控系統檢測到有玩家用正向加碼平注法喺長龍上面咁樣吸血嘅時候，我哋無法做出任何干預嘢，因為佢完全合法、完全合規。我哋只能夠睜大眼睛睇住佢帶着幾十個單位嘅利潤拍拍屁股離開賭場。其係用莊家自己嘅隨機波動合法地搬空我牌台上嘅籌碼。我嘅經理會指住監控屏幕同我講：呢條友又嚟了。屏幕見到佢冷靜嘅樣，我只能夠講一句：由佢啦，佢冇犯規。我再講一個真實嘅案例。有一晚嘅賭場出現咗一條長莊龍，連續開咗13鋪莊。有一個職業玩家，佢由第4鋪開始用3口法則切入，而3-6公式過4關，過完之後轉3單位平注，一路跟到第13鋪、第13鋪斷龍渠輸3單位埋單計數，由第4鋪到就係12鋪，總共贏咗超過20個單位，扣除最後一鋪嘅3單位，損失佢淨賺超過17個單位，和佢嘅本金風險由頭到尾都係一單位佢走。嗰陣我喺監控室見到佢經過鏡頭嘅時候笑一笑，好似知道有人睇緊佢咁。我同我嘅經理講，呢種人就係我最驚嘅對手。經理問我要唔要做啲嘢，我話做乜嘢佢冇犯規，即係用數學贏我哋。呢個就係騎龍勇士嘅威力。佢哋唔係靠運氣，佢哋係靠系統。佢哋唔係賭徒，佢哋係博弈者。和佢哋嘅存在就係對我精算系統嘅最大挑戰。我再講多個反面教材。嗰晚同一張台有一個斬龍客，由第6鋪開始斬龍，用倍頭策略。佢由500開始，500、1000、2000、4000、8000、16000，斬到第10鋪嘅時候，佢嘅本錢已經唔夠，但係佢唔肯認輸，去櫃員機撳多2萬，第11鋪買32000，結果開莊佢輸咗。嗰晚佢總共輸咗超過5萬蚊，而個騎龍勇士贏咗超過8萬蚊。同一張台，同一個夜晚，兩種人，兩種結局，一個贏，一個輸，分別喺邊度？分別在於思維。斬龍客用情緒去賭，騎龍勇士用系統去玩。斬龍客相信自己嘅直覺，騎龍勇士相信數學。斬龍客我覺得差唔多應該斷，和騎龍勇士知道我唔會預測幾時斷，我只會順勢而行。呢個就係天堂同地獄嘅分別。我再講一個細節，斬龍客走嗰陣，和佢嘅樣係扭曲嘅，佢嘅眼神係空洞嘅；而騎龍勇士走嗰陣，佢係平靜嘅。佢甚至同荷官講咗句多謝，就係贏家同輸家嘅分別。贏家平靜，輸家崩潰。我用大數法則和限紅建立咗帝國，但我也最敬佩那些能夠克服本能，在長龍中冷酷收割嘅騎龍勇士，結合上一集嘅進攻注碼和今日嘅3口法則，而呢2套心法將成為你唔係最強大嘅武器。再次提醒大家，記得去下面嘅置頂留言領取我為大家準備嘅長龍攻擊信號表。和如果今日嘅詳細拆解對你有一點點啟示，請點讚並訂閱我哋頻道。我哋下期再見。